来看玻利维亚的天主教会伫5月初互媒体亚康，讲一个已经过身的神父伫家己的日记内底，甲性侵害84个囡仔的歹代写甲清清楚楚，而且教会高层嘛有斗暗藏，引起社会愤慨。总统是要求教宗要查核清楚，即马嘛有受害者出面指控，教会嘛已经回失礼，承认因暗号行为。 玻利维亚媒体23日头版报道，梵蒂冈官员已经到当地协助调查教会神父性侵未成年的事件。5月初，西班牙媒体公布，已故西班牙籍耶稣会神父佩达拉哈斯生前300页日记，记录伊为1991年了后，伫国校任职的时阵性侵学生的过往。根据日记记录， 教会高层知影这个行为竟然无通报，受害人数达到84个人，集中伫首都科加邦巴大宿学校，学生大部分是偏远地区散车人的囡仔。Prácticamente están involucradas prácticamente todas, ¿no? Y como institución tienen que asumir las consecuencias。这件听闻伫葡国引起真大议论，葡国检警遂开始调查。总统阿尔斯透过办公室写批予教宗，要求开放玻利维亚境内牵涉到性侵的神职人员相关文件。议员办公室也陆续有接到拢总19件性侵指控。检方指出，愈来愈侪为全国各地的受害人出来控告。 当地媒体报道，至少有170人受害，除了未成年儿童，也包括新的少年神职人员。Solo pido justicia, porque nunca más se repitan agresiones y hechos abominables contra seres indefensos。葡国检方嘛查出，还有3个已故神父涉案，案情若亲像练射球共款，愈练愈大粒。民众到教会发起抗议活动，甲为恶魔的图像搭伫教会壁顶，用喷彩写性侵犯的字。 玻利维亚教会领袖二是发表声明，坦白承认教会无作为，政府承认对这个行为当作无款，除了向受害者回失礼，也承诺会协助调查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